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今天要示范2种不一样的大溪地舞上课练习裙的穿法。那首先我们要先准备大溪地舞的增重下腰带，然后另外一个是你自己喜欢的南洋风格大溪地草裙舞的沙龙一件，像这样子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把右左两边把它对折，把它拉开来，然后量一下你自己的腰围的宽度。那我们身体取在中间的位置，然后在你的左手边这边打一个结，打好结之后呢，我们把裙子打开。之后，我们再慢慢的往上卷，上卷，拿起来，一直卷，然后卷到大概膝盖以上的位置。卷好之后，我们再把前后裙子裙摆的位置把它拉得等长。那我们不希望它旁边的结太大一个在这边，所以我们可以把前面这边稍微拉松，跟这边一样，拉松，然后旁边再把它折起来，然后再把大溪地练习的腰带分为前后2半，把沙子分在前后2半，然后放在腰胯的地方，在右边绑起来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你也可以把你的腰带藏进去你的沙龙里面，然后再把裙子拉好，这样就完成啦。先把你的练习裙打开，然后你把它对折，一样把它对折，对折另外一边长的，把它对折半，在你腰胯的位置。那我们抓左边的最底端，然后右边这么长，这边先不用管它，然后我们抓你腰围的宽度，然后把它打一个结。系上你的大溪地练习舞腰带，绑起来。那我们剩下很长的这一半，从裙子裙摆旁边从里面穿出来。再把它盖起来，再把刚刚所有的结的地方盖起来。
成啦。